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台南有一间做肉饼的老店，迄个肉饼的包装是金金的条啊，真有古早味。另外，高雄凤山有一间新闭的糕饼店，一年当敢若15天咧卖肉饼，无扛棒，有真侪在地人拢是因市中的老顾客。多出炉的绿豆椪甲月饼，看起来金黄啊金黄，真好食款。逐摆一个开门做生意，就互人卖了了。哦，足实等啊，还着好食，种要甲买嘛无。啊，这是过6天、4、5天就完付啊。好像都没有改变过它的那个价格，好像35的样子。凤山这间糕饼店28年来唔捌起价，市中人客有够侪。哇，今仔真太满啦！月饼一个切开，随闻到旺来味。这间凤山新闭的月饼店，平时是普通的饭店，当年敢若农历8月7到15，这15天卖月饼。骹手若伤熟的，就要等明年啊。另外生意真好，也有台南这间古早味的月饼店。这拄啊好个啦吼。嘿，拄啊。多出的月饼嘛是烘甲金黄啊金黄，一个甲切开内面的餡有够丰富，有白果、豆沙、两仁等等。这传统的口味是未少有回乡亲为细汉食到大汉的回应。姐姐的小孩住北部，就是姐姐有跟他讲说，小时候都吃这个，然后他也想要体验一下，所以我赞成来买的。若是月饼真材实料，这个古典有金属感的标签，更加引起真侪人囡仔时代的记忆。头家表示讲，因为20-30年前订几啊万张，一直到去年才用了，即马决定零印，或者能怀旧感继续甲传承落去。差不多6年级生了哈，小学的时候也是都讲说要用这个标签，来当做那个红阿标啊。中秋节要到啊，想过食月饼变成一个习惯。虽然讲业界大家拢想尽办法，但过毛路店坚持用传统的风格，坚持用这个老口味，要创造好业绩。